你敢袂当入来一下吼？我要试放，我看你看会到啊袂安尼啊？嘿，你好，你好，真欢喜看到你。你咱来讲吼，这款牵手啦。有啊，伫迄个现场有看到伊嘿，呀，真欢喜，Simon 梁光吼，足欢喜你今仔日会当来。我毋知影讲吼，我愈去看你的迄个 website 吼，你无简单呢。你足谦卑呢。因为我有去看你的迄个吼，你敢若今年你就伫巴黎巡回一遍啊嘛，对无吼？我的台语无足好诶，所以不要紧，我是足配合你讲迄个勇气吼，艺术家拢是即个踏出咱的，我会成功吼，咱即摆就是踏出咱的 comfort zone。其实我来住美国，我住较久啊吼，要讲英语嘛是会感觉讲安尼会惊，无试拢毋知啊。咱即个论坛，咱就是讲鼓励大家安尼加减来讲。你若无法度完全台语插几句嘛，袂要紧啦。你若完全拢走去吼，你若完全拢走去，我会搁甲你掠转来。我试看卖。你今仔要哪分享？你敢有需要先要试讲你迄个你分享的物件？你要来先试看卖啊无？好啊，我试看卖我用。你有 PowerPoint 呀？我有 PowerPoint。我要重开OK， 重开，我要重开你的一个视讯 OK。Simon，我互恁讲啦吼，我都无插啊，我迄落声要关起来。有啊吼。嘿，你这是 PowerPoint 嘛哈？PowerPoint。OK。安尼有无？安尼会使，你看会当迄个转页无？第二页你看转会过来无？顶第二页。你敢有 video？我有 video， 但是我毋知。呀，所以会当试看卖。
啊，你第二页无问题，个第三页看卖啊，你看一页好落来看卖啊。安尼有吗？无呢，即摆甲标伫第二页呢。对，我已经第三页的，无叮当，无叮当。我叮当吗？嗯，哦，你即摆转来第一页，嘿。无啦，伊这应该第哦，有啊，即摆有啊，即摆第三页有啊，嘿。哦，嘿，有啊，有啊，有啊。但是哦，即摆是 video 吼， video 诶啊，但无声，无声嘿。 ，video video 你叮当就是无声，因为网络诶网络呀，网络啊惨嘛，要紧，要紧要要紧，你咧讲网这网络络新朋友，毋知是迄个什五甲，在做这个网络先例毋捌啊。不然即摆吼，即位吼，我介绍一下，即位是迄个 Caltech 嘅好友啦。啊，伊嘛是咧教迄个咧教迄个。Simon，你可能爱互放伊较紧诶去试，咱即摆先互伊试啦吼，迄个点，咱伊即摆咧试物件，咱老板家讲诶吼，伊摆咧试。伊即摆声爱互伊出来啊，哦，迄网络诶网络声，网络诶声，可能无法度，无度，无法度放着，无法度放着。好，不要紧，咱就放用吼，来过来讲。啊，你个落去看觅，你会使啊嘛吼？我来试，我放我来看觅啦吼。我嘛，因为我即个平台我嘛还佫无足熟啦吼，所以我即摆嘛是爱练习一下吼。啊来，你安尼会使啊嘛吼？好，我安尼会使。我来试我来看觅吼。我即摆来吼，我即摆嘛爱来试我即个。你有看到无？看着啥？无有写啥？我看无，无看着，无看到。你无写啥物件？无看着你写啥？OK。你这是会当 share screen 呀？嘿，我即摆我看是，无这是你哦，有，即摆有看着你诶。安尼会使啊哈？我看我登页无？有你有咧叮当，我即摆伊这吼，我看伊这登页，毋知较好诶方法无？我一页是啥？你这是啥？PowerPoint 还是啥？伊甲我讲叫做 slide 咧。哦，slide，你是搞字啊？你无头无，你安尼是规 screen 还是无？我是规 screen， 安尼我对嘛，安尼应该是会使啦哈。安尼嘛是PowerPoint。好，安尼我来 stop sharing 看觅哈。我本地我是有想讲要 share 迄个，等一下哦哈。我有去看。安尼敢有？有。啊，敢有声？无听着声。嘛是我度啦，其实我即摆就直接个网页嘛吼。我即摆来安尼来诶时阵，因为你也是 Zoom 诶时阵，你要重新你就爱 share sound。我毋知你这个敢有讲你迄个你 share 诶时阵爱加一个讲 share sound，share audio 诶迄个。OK。
你小的时候有迄个选项嘛？啊，我遮无迄个选项呢，若有迄个选项，你这无共款的，无甲无无共款的软体，我唔知有啥物款的。因为 Line 就袂使，因为我用 Line 来重写响应我都写，但是用 Zoom 是会当写，所以这无共款的software都无共款啦。无共款对啦。不要紧啦，反正咱这咱主要是要会当会当讲偌济就算偌济啦。哦。啊，我今仔日吼，我今仔主要是安尼啦吼，我今仔日想讲，今仔大概进行是安尼，就是讲我一开始吼，你黄奕，你可能知你爱有几分钟？你想讲你的 PowerPoint 爱几分钟讲会了？我唔知呢。知啊，要紧就慢慢来试啊。啊，我若变做讲歹势吼，若是讲有迄时阵吼，我小可甲你协助一下安尼，你咧讲袂出来，就我甲你协助一下啦吼。我要开始之前，我会一再甲大家强调讲吼，咱今仔日其实是这个聚会足特别啦吼，足特别。啊，我感觉特别的所在是咱讲的题目嘛足特别吼。啊，咱要使用的语言吼，啊嘛算讲突破讲咱的 comfort zone 啦吼，突破咱迄个安爽区了对啦。啊，所以大家爱较忍耐一下吼，啊慢慢啦。主要是迄个话讲会通好啊，其实是我感觉讲，我有一个，歹势啊，我讲一下，我有一个迄个有那咧跳舞的朋友啦，我伫面册熟悉啦，啊，即个是我感觉伊嘛跳现代舞吼，伊跳迄可能毋是当代舞，跳现代舞，啊，主要是配合乐琴咧跳啦，啊，伊也家己伊个拢伊咧跳，伊个拢有遮舞谱啦。我靠有这个声音呢？怎么这跟这些需要上的赛是吧？有声咧，你的声是，这是上个声，你的声。可能这 Christian 要出来。是。毋是啊，啊，该可以声出来袂要紧。啊，我就会问讲哦，我你感觉迄个翻译啊？讲伊足出名诶咧。伊伫台湾，伊住伫台湾，你讲伊足出名诶咧。啊，伊讲啊，伊敢袂晓讲台语？我伫迄个 Caltech 迄搭吼，啊，我有甲伊讲吼，啊，伊家己囡仔嘛吼。我家己人。你家己人嘛，啊，所以是即马台湾的社会是变做讲，若看到咧讲做较当代、较现代、较先进的这物件吼，一般人的即个想法拢是想讲，伊可能袂晓讲台语啊。啊，我讲今仔日咱即场就是要甲拍破，啊，要拍破迄种 miss 啦，迄种迷失啦。我agent will with my agent he that怡君 will 怡君来。哦，安尼足好呀。因为因为怡君在我要讲台语，所安怎讲？伊知影我要讲台语，所以伊伊往让你帮忙。他要来听。要来听。要来听，伊要来听。安尼真好，真好。伊要听，伊要听。但是啊，我先，我感觉我惨嘛。不要紧啊！我讲你这艺术家做勇敢，真好。我叫一个新的朋友，怎讲？你苦华，而且这咱老朋友是住伫迄个San Diego。
哦，哦，那是第二个。所以咱就是台湾书院哈，个干先生干主任哈，伊会来讲几句话啦哈，来个 Michael 哈，Michael 伊会讲几句话。对我先来甲个，我已经有打讲咱今日大概个要进行吼，我有用英文送互伊啦，所以应该是。毋过伊嘛是需要先离开啦，因为伊今仔日伊要去看，含因某要看一场音乐会款啦。嘿，个甘主任吼，伊嘛是爱伊去载机场去载因某啦，所以是伊会当，伊拢会伫车顶徛入来安尼啦，较着甲咱鼓励一下。哇，较顶了吼，即个 team 吼。叫做林冠啦，林安冠伊即摆伫迄个考 party 伊咧教 computer science 可能伊嘛恁两个拢共读诶啦。哦，迄个翻译嘛是 coder， 足复杂诶 coder。翻译更是迄个，你更是讲外面看你跳现代舞啊。对，就是男做伙安尼有法度。哦，你会晓写一寡吼，你迄个库卡会扣的安尼。对，是意思。哦，所以伊是讲迄个你迄阵10当前嘛还是10当前就开始扣的，敢毋是12当前？12当啊，12当啊。我有看你的你的介绍吼，你讲迄通电话若毋是迄位姓洪吼，伊敢是姓洪科长，洪先生接到吼，你的名阮都无共。系啊，真趣味咧，廖先生，廖姓廖哦，廖，嘿，廖先生吼廖。我想吼，迄个虽然讲袂出来，先讲我北京话袂要紧啦，讲国语袂要紧。后来主要讲会通为主。所以国语是北京话，北京话对，北京话，北京话，哦，北京话。因为是Mandarin 应该是迄个满洲话啦，照讲是应该是照英文讲是。Mandarin 是蛮大人啦，满洲话你讲大官啦。哦，国民党来伊的 Mandarin 叫做国语，因为日本人的日语嘛是叫做国语，所以台湾人已经讲真久的国语啊。日本时代就开始讲日本语嘛，叫做国语，国语讲，到现在变成国语。像尾咱台湾人个真巧，讲叫做台湾国语，拢有台湾腔的国语啦。台湾腔的国语的原因，老师来叫做老苏。老师大概拢输了，老苏。所以你的助理叫做啥物名？助理，你的助理，你的助理，嘿。哦，唔是助理，你的 agent，你的 agent，你的 agent 唔是 assistant。所以伊是个伊咯，怡君，我敢是捌拄着伊，伊有含你来嘛？吼，无，伊无含你来，伊无，伊无来哈。这台伊是算讲代理啥物款？你所有的演出拢爱经过伊哈，算伊国外联络拢伊联络，拢伊联络嘅。伊敢会晓讲台语？我唔知呢，伊会晓吧？我想，安尼真趣味，唔是做的，我想，伊会笑我笑足久诶，笑足久，趣味啊，都趣味诶，因为我爸爸妈妈
有时会甲我讲台语，好好好好，把咧因无讲做像甲我讲台语诶。哦，这我接啦。啊，你几岁搬来台北？我高高高中以后，高中开始伫台北，是你国中还是高中？国中还是高中？高中高中啊，高中还个是嘉义啊，国中高中较搬来台北。高中在台北，国中在嘉义，高中在台北。对哦。是讲啊，恁爸母是咧做啥物款？咧做生理还是做公务人员？因嘛是舞蹈老师。哦，安尼哦，哦，所以你有咧关注。啊，你写课就是变做讲你家己学诶，还是讲你迄个你有去学？我家己学诶，我用网络学诶，人骨卡诶 code 是去公司学诶。走去啊，你迄是德国敢是？还是讲伊台湾有代理？台湾有分公司，啊，有分公司。啊，你本地敢有课程的基础，还是讲你完全无基础？你就我是国中开始，用网络学诶。哦，安尼哦，哦，啊，这 team 这你要，无简单嘞。普通你会使可能是Python是无？你用诶computer language 是啥？毋是什么 language？我是骨卡诶 coding language 是骨卡robot language，骨卡 KRL 骨卡 robot language。robot language。所以你迄是特别的 specific language，安尼是可能专门为迄做诶。我开始诶是网页诶，爱开始诶是网页诶language，爱设计网站，网站，永安，欢迎你入来，敢会当互阮看一下？大家平安，我的声音敢有听到？有听到，你敢会当互阮看一下？看我的面哦。对啦。我今仔无化妆诶。无化妆哦，无化妆。你嘛是跳迄个现代舞诶，我拄仔咧讲用乐琴吼，用乐琴个家己编舞，伊拢编迄个读迄个很古典诶台语诗吼，啊是诗嘛有啦吼，啊就去编。我是想讲，有来请伊来含咱逐个开讲一下。还有另外一个接下吼，接下伊是卡内基梅伦诶迄个艺术博士、艺术硕士啦。毋过伊的艺术较特别，伊就是专门咧做用迄款迄个叫做行动艺术啦。所以伊诶论文拢用写诶，我讲伊也无画半张图。所以今仔日算说讲真特别诶一个节目啦，吼。咱用德语啦，咱用德语诶环境，咱来进行试看卖安尼。你讲诶德语是？德语就是咱用台语，个英语，个有一寡 Mandarin 安尼吼，一寡北京话。我就是讲伊诶意思，要个教德语诶款，德语。我讲你来个讲 Deutsch，ich spreche Deutsch nicht。
咱个几分钟嘿，个4分钟。哦，你讲迄个麦克是7.5再来对吧？用什么人？Michael？Michael。 Alexander，呀，Michael 伊7:15会当会入来。哇，讲完。诶，安主任，你的名叫做讲完，我第一遍听到。Hey Alexander, hi Michael, how are you？我自细汉就叫讲完啊。佢叫讲完。你讲这8到10个要看讲完就感觉，看我大了要讲完。诶，我听你讲话可能爱小我10一个。来，Michael, okay, we still have 3 more minutes and then we'll get started, okay? Today is going to be very, challenging or very special. And to Michael, I thank you for the communication, about, your friend, from South France. That's one of your artists that you represented, who is also trying to save, endangered languages. So, here you are. You have another example tonight. You have to open your mic. Can you practice how to open your mic? Michael, you need to you need open to turn on your mic. I hear you. Where's Mike? Yeah, mic will work.我讲是这多呀，有你讲。 There we go. Oh, okay. I got you. Yes. Okay. I that's do good. have to leave at 7:15, so I can't. I won't be able to stay. Hey, I will very let long. you. Okay, I will let you talk first. How Well, about thank that? you. I'm going to be very quick because I basically am going to give just a report that we had about the numbers and some other things. Oh, that's great. Okay, that's great. So, so after I will speak a few words, and then you are in. Okay, so we'll start at 7 o'clock. Whatever. Okay, so we'll keep Yeah. going. Okay, so I will start recording now. Okay.歡迎大家來參加第761回的世界台灣文化論壇。咱今仔日的主題是要來邀請翻譯Dance Studio 翻譯這邊伊10月的時陣有來佇阮洛杉磯去佇 Caltech 的所在辦第701回第702回的這個表演所以咱今仔日真認啊 challenging 啦咱今仔第一遍咱要用德語的環境來進行咱需要用台語 English and probably some Mandarin. Okay, and this time right now I would like to invite Michael Alexander from Caltech to share a few words with us. I just want to start off by thanking you for inviting me to join you today. Again, I've had some really wonderful meetings. I guess it's been almost 6 months now since Mark from the Academy first put me in contact with Simon and with the many others of you. And I've appreciated all of the opportunities to get together with you. And in addition to the work that we did together to bring Wang Yi here to Los Angeles, to introduce the art of Taiwan to a broader audience, I got myself a personal opportunity to become that much more familiar with a lot of the history and the cultural reference points of Taiwan.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friendship and the courtesies that were extended throughout. We had over 800 people coming, buying tickets and coming to the performance, and so we're very proud of that. It was a very competitive period of time because there were activities happening all over. As you may have seen, that he was
producing that the Getty supported all over the region could not have done our work without the financial support, the sponsorship that came from the Taiwan United States, and especially from the support that the Taiwan government itself gave. And Mark and I go to conferences together, and I can promise him that he can always point to me as a reference about what kind of goodwill and good cooperation American-based presenters can expect from the Taiwan government. It was truly exceptional on so many different levels. I don't think we could have pulled off the reception or the press conference, and we did get some good television coverage. The night of that press conference, there was some TV footage that was playing on one of the mainstream news stations in Los Angeles on television. So it was that much more additional publicity for Caltech, for Taiwan, for Huang Yi and Kuka, and so I very, very much appreciate it. I'm welcome to any questions you might have, but I just about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thank you once again. Okay, thank you, Michael. Okay, I would like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you again. I think we have 3 fundraising event together, Caltech and the TUF. And tonight I will share some of the pictures together, and I will also share some pictures from the press conference you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and the reception afterward. 咱刚有什么问题要来问 Michael Alexander 哈。By the way, Alexander is the Caltech campus arts and culture liaison, right? Okay, so can you tell me what's about it? What's your main job is at Caltech? I am hoping to keep working to bring Caltech back as an important presenter. We had a very successful program for about 50 years, from the mid-1960s to about 2010. And then it started to take some very unfortunate hits, and the COVID epidemic did not help us at all. But I'm working now to rebuild support for the program, or for a program, so that we can do more cultural exchange work like we did with Huang Yi, so that we can help students who want to celebrate their own cultures, because there are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oming to Caltech, and many of them want to share with their fellow students the cultures of their home countries. So I'm hoping that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work on that. But that's the focus we had up through last weekend. We were working mostly on this Getty project. We brought in the play. We had the Huang Yi. We had another modern dance company that was doing work around the life of Alan Turing. We had a climate change music choral performance. And then we had a panel discussion about how artists and scientists deal with failure. And it was a great success as a panel, and as the moderator pointed out, we were dealing with 3 very successful people who, even if they have failed at times, they keep big successes. So it's kind of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Unfortunately, I have to run, and I know that most of your meeting is going to be conducted in Taiwanese, and I just in the last week had some interesting exchange about the important efforts and work that is being done to preserve language, and I commend you on that as well, coming from and being very aware of a number of tradi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anthropologists who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many languages dying constantly, that i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language carries the culture, and it also helps people unify and stay together. So I wish you very best luck and best wishes on that. I will let you go back to your conversation in Taiwanese, and just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with you, and I look forward to our paths continuing to cross
down the road. I'll contact you in January. I think it's in mid-January when it's New Year's time in Taiwan. So I'll wish you is it Gung Hoi Fat Choi,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Take good care.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I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Taiwanese students in Caltech, so I'm sure that TUF and Caltech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y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future. Okay, so I let you go. Okay,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You're Okay, welcome. bye. Okay, thank you. 这回实在是和 Caltech 的合作袂歹啦因为确定我来讲到因为这边主要的赞助者因是 presenter 主要赞助者是这个 Getty Center Getty Center 咱足侪人拢知影去捌去迄个 Getty Museum 嘛所以是算说讲TUF 有这个机会会当和遮较主流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学院也好还是讲艺术团体合作安尼请好啦当然是咱有这个后壁有这个文化部甲咱赞助咱较有可能啦所以即马我这个甘主任伊是咱这个台湾书院毋是台湾书院对，台湾书院伊的主任是按这个 Mississippi River 以西这边拢伊咧管咧啦伊向对咱的这个文化的事工伊真认真咧用心咧甲咱 support 安尼无咱即马是毋是咱请这个讲员啦讲伊按细汉的名就叫做讲员啦咱请迄个文化部台湾书院甘主任来咱鼓励一下啦好来，感谢 Simon 各位好朋友，各位欢喜，大家好我是足欢喜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在甲大家分享我的感觉这届阮甲 TUF 合作是伫欢喜这届欢喜 and Cook 这个节目这届欢喜来美国为10月13号开始，到11月25号伫美国有7个所在，伊表演11场。伫阮看来，即届表演是非常的成功。像有的所在一场会使有3000个观众，你来看表演。阮感觉足公平的，因为咱的表演，讲实在，欢喜的表演伊拢是卖票的。有遮济美国的观众来买票，甲咱台湾的文化来支持。讲实在，我感觉足公平的，嘛足欢喜的。明年欢喜阁有机会来美国，阮实在足望讲有即个机会会使阁到阮的西边遮伊即摆我知影伊明年有到东边去的计划，那准讲会使来咱西边遮来表演咱阁会使来做伙合作安尼阮台湾书院一定会来甲支持我伫遮嘛爱足感谢迄个 TUF 即届甲阮的帮助 ，TUF 甲阮台湾书院一直拢是好朋友。我嘛知影伫讲推动讲文化，尤其讲台语这虽然讲我讲甲无足好诶，毋过大概甲Simon 咧讲台语诶时阵，我拢会使为伊身躯顶学着足济。我嘛足感谢伊会使邀请我今仔有即个机会来，毋过我爱甲大家讲实个，因为阮太太今仔日等下着要来洛杉矶所以我即摆伫我车顶，我是路边等下要甲接，所以今仔日先甲大家说一个hello有机会咱看阮台湾书院有啥物topic 会使甲大家分享，咱有机会阮以后才会使慢慢讲。最后我要感谢欢喜，即届若无欢喜，阮就无即届来美国的来表演。即届非常的成功，我足感谢，嘛足欢喜，咱台湾有遮尔优秀的艺术家，安尼将咱台湾的文化会使带到世界的每一个所在。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捧场，感谢，谢谢。感谢这个甘主任啦
哎，我互伊邀请几个编去看 Asian 什么 Asian American Film Festival 哈，啊办啊足成功哈。啊，所以这以后若再好活动吼，啊，你爱加减阮报一个安尼哈。一定，谢谢。多谢哈，啊，多谢，我知影你安尼真用心啦哈。今仔要去载恁太太，啊，搁调工搁拨时间入来安尼哈，感谢哈。好，搁落来哈，咱今仔日的流程吼，我小可大家介绍一下啦哈。咱拄则咱即摆是讲啊到遮嘛吼，咱有即个甘肃人讲了，啊，迄个 Michael Alexander 嘛讲了啊哈。啊来吼，我遮有吼，较顶啊吼，我有要讲一寡阮即个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吼，是安怎要赞助即个翻译这边的迄个意义啦，会经过啦吼，我会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啊，阮内底若有一个 board member 吼，啊嘛。加减啊，甲恁迄个讲几句话安尼啦吼。啊，搁落来吼，咱就互即个翻译吼，伊头有准备头个40分钟即个PowerPoint要甲大家分享吼。啊，今仔日爱甲大家讲咱今仔日是足挑战的啦吼。啊，我而且先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啦吼。今仔日迄个。咱遮一个舞者叫做陈永安吼，啊，陈永安伊跳现代舞，伊的舞吼，我第一遍看是伫即个高雄的即个台湾文学馆，啊，阮伫遐办一个叫做陈雷文学节，吼，啊，伊就是伫遐现场伫遐表演，啊，我拄好第二伊的正。你我坐伫个面头前啦吼，啊，伊条舞吼，我看甲足感动。伊是主要是用啥物款的？伊用即个单类的一个小说叫做《乡树宝记》吼。啊，《乡树宝记》伊也是差不多100万字的长篇小说吼。啊，但是伊每一张顶头伊拢写一首诗啦。啊，伊用迄个去编，啊配合即个乐器啊，伫遐跳。啊，我感觉讲是真有天分的一个舞者啦吼。啊，我有甲伊问啦，我会讲，你感觉翻译，我要请伊来咱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啊来分享吼。啊，伊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讲，哦，这翻译吼足出名的呢，我是毋是甲台湾出名，国际嘛拢有名吼。啊，毋过伊个说来讲，啊，伊敢会晓讲台语？哦。啊，我是讲，这个问题足趣味啦，吼，这趣味就是讲，一般的台湾人的心目中，吼，第一个感觉就是讲，较现代的，吼，较都市的，较国际，和台语无关系啦，吼。啊，我想咱这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就是要甲伊打破这个迷思啦，吼，打破这个迷思，吼。啊，因为我今仔日我是算讲足好打，我嘛小可胆啦，吼。因为我翻译交谈的时间，就是干那伫Caltech迄场表演了后，啊有一个简单的酒会吼，啊伫遐我就是加减啊用几句啊台湾的和伊讲吼，啊伊嘛足认真用台湾的和我讲，我就足大胆咧，我就甲伊讲，阮有一个世界台湾的文化论坛吼，啊请你某时某日来吼，伊讲好，我爱去。去东部吼，啊，所以我到差不多要到12月吼，车开当转到台湾，啊，我就先来时间先来约啦。啊，我会感觉讲，我感觉安尼啦吼，我是感觉讲，这是算作一种的艺术家的气质啦，吼，就是讲伊敢接受这个足困难的挑战啦吼。咱较顶下就知影讲，伊的台语的程度是偌尔啊好，还是偌尔啊歹？啊，毋过吼，我是感觉讲，做一个艺术家，拢爱行出家己的 comfort zone 吼。啊，我想伊做一个台湾的艺术家，吼，伊嘛咧表现台湾的物件的时阵，我想咱的语言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啦。吼，当然伊是一个舞者啦，哈，所以伊的语言大部分是透过动作，吼，透过肢体语言，吼，啊，伊搁较特别。
伊个用 code， 伊个用迄个电脑程式，通过机器，通过 AI， 来变做动作，用迄化学语言和咱咧沟通啦，虽讲是安尼时，若像即种诶场合，要含咱台湾人来论讲伊诶创作诶时阵，嘛是搁用着台湾话安尼就对啦，好，咱今仔日刷落去，咱搁有邀请有四位即个人来参加咱诶座谈啦，第一位是即个 Tim 林，伊是林安关林安关嘛是，若有咧知影讲迄个咱台湾运动诶人，咱就知影伊是自早台湾通信创立进前，我伫洛杉矶才有成立一个叫做台湾习作会迄当时伊就参与伊是迄个 Caltech 嘅校友，伊即摆伫 Cal Party 咧教迄个电脑，咧教电脑啦第二位咱要请迄个Jasha，伊台湾名叫做陈德勇伊是一个行动艺术家伊过去嘛捌来咱论坛讲过第三位我就是要拄则要来请即个陈永安伊是本身伊有咧编舞伊嘛有咧跳舞安尼第四位要请咱前任即个咱台湾人联络基金会就是 TUF 的会长伊是一个专门咧写即个 AI 的即个程式一个工程师佮刷落去咱把握机会就是讲，因则咱想互即四位来发问，发问了后咱观众拢会当有机会来问啦你嘛会当写到即个 chat room 内面啦来问问题安尼安尼这我先简单来介绍迄个翻译啦这是迄个《时代》杂志 Times Magazine 对伊的评论啦我甲伊翻译是安尼伊讲这是一张咱人料想袂到佮充满诗意啦就嘛有迄个足诗的意的一个双人物足简洁佮亲密简单讲这翻译区甲我看了我家己的感想啦，我是感觉讲伊结合科技甲艺术用人甲机器的动作来讲一个以后咱人和机器的生活的故事啦是一出真正伊创新的一个当代舞你迄个艺术形式的创新伫即个故事内面嘛有足有远见啦我相信其实是咱即摆已经开始拢爱含机器做伙生活啦比如讲用洗衫机啊、洗碗机有时我要用拢袂好势，叫阮某我操作。恁若想看咩咱去过免10冬啦，10冬了，咱人爱含机器人免互动这到尾咱即个生活会啥物款？咱是不得已，到尾是不得已会感觉讲哇，迄个咱迄种的感觉是啥物款？我看即出表演了后。我会感觉讲，伊的表演足有美感啦。当然，迄个技术层面，迄个另外一个展出，较顶下咱会当过来讨论安尼啦这个舞蹈家杂志美国的迄个 Dance Magazine 有些来做 25 to Watch 这是舞蹈家啦毋是干那讲舞者，包括编舞即种有咧重视即个舞蹈而且舞蹈家伊是25个世界上顶的舞蹈家所以今仔日会当互翻译来我感觉讲哇，真对我来讲真无简单你还没联络的过程我嘛足紧张伊若到时我放分假，咱今仔日就拢无人来所以我调工安排几下拍手，伊若无来时，会当看你的 video 大家来讲安尼伊已经伫出戏叫做《翻译演曲家》就出即个人和机器咧做伙跳舞已经伫世界各地表演100场啦伫 Caltech 就是10月18迄场
含10月19是拄好第101场和第102场啦吼。啊，咱即摆台湾实在是渐渐要出头天啊吼，毋但啊世界棒球冠军吼，金片冠军吼，当代艺术即方面吼，嘛渐渐咧出头天啦吼。咱毋敢讲当代艺术，咱毋敢讲还能比世界冠军啦吼，希望有一天啦。咱感谢即个文化部的赞助吼，因两个拢讲了吼，本来是要安排互因讲吼。我简单来介绍即个台湾人联合基金会一下啦吼。简单讲，台湾人基金会吼，有三个宗旨啦吼。第一就是讲保存发扬台湾文化，第二个就是支持台美人吼，第三个就是促进文化交流。所以当即个阮内底吼有一个理事叫做 Amy， 今仔才有来过。Amy， 你若有来，你举一个手会好无吼？本地是先去找即个商会啦，因为商会较有钱嘛，吼。毋过商会因讲这做文化爱送来即个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因为因即个budget足大啦，拢总我若无记毋对，我看因迄个budget吼。拢总爱15万美金的款，当然一大部分拢已经迄个文化部赞助吼，迄个 Getty Center 赞助吼，总是咱即个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善的一个小基金会吼，要来赞助嘛是讲来是有小可较食得淡薄。毋过我会感觉讲，哇，这是一个好机会啊！你马上吼爱甲接起来啊吼。原因吼，就是讲，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文化交流的机会嘛，吼，这含咱的台湾联合基金会的宗旨真好嘛，吼，这因为咱佫毋是干来讲，即个含咱台湾来的艺术家会当交流，含当地即个 Getty Center 啦，吼 ，Caltech 啦，吼，个 PSA Art and Science Collide 的即个展览吼，咱有机会通下面交流吼，搁落来吼。咱搁支持台湾的当代的艺术家，这嘛是一个好机会吼。因为咱咧讲台湾文化，毋是干那讲过去阿公阿嬷的代志吼。咱对当咧发展的即个咧进步的即个现代文化吼，咱嘛是爱关心啦吼。即个。第101场，第102场，即方伊因苦家吼了的回响，就是讲，拄则这麦克已经有讲过啊吼。南加州的主流电视吼大量的报道吼，咱有Getty Center的赞助吼。我搁落来要甲这含咱较有关系啦吼。我要甲大家分享讲，即个 Caltech 吼，就是主要是即个 Michael 啦吼，伊含 TUF 吼。做伙办3场台美社区的即个募款活动吼。第一场我会记得是决定要办吼，是从咱1月开始啦吼。所以阮哋3月就开始办第一场啦吼。第一场即个题目是咧介绍，我若无记毋对，就是讲伫即个 AI 的时代吼，要安怎和人沟通的一寡策略啦吼。我有3个讲者，Michael，即个是 John，即个是 Iris 阮搁有搁做一场海报吼，去招人吼。这是伫主视频引导吼，伫阿祖萨迄是伫3月办不止成功吼。即个讲完甘主任吼，嘛安尼调工过来吼。伊就是要去今仔下暗要去接接因太太遮吼，因牵手介绍离要来 UCLA 教一寡心理学的课款吼。来，第2场吼，第2场是阮遮的南湾生活座谈会办的啦吼，这足超紧的。即个南湾生活座谈会到今已经办要甲连续已经要甲40几年，要甲50年啦吼。迄个是仿即个。美国即个 Toastmaster 吼，情形来咧举行吼，主要是咧训练人要怎开
开会定时甲训练即个演讲公共演讲的技巧所以我利用迄个机会来嘛是请Michael 嘛有来来甲咱做伙交流啦即个迄天的主题是科技文化艺术的对谈搁落去即场是拄迄场是伫4月即场是伫5月即场我感觉讲是办甲真成功啦因为咱迄个体育本地就有一个叫做 AV My Story Our Art， 就是鼓励讲咱台湾囡仔做伙大家来画图讲因的故事若集做伙起来，就是变做咱台美艺术啦台美人的艺术这太敏感来倒过来即个 Michael 伫遮阮个特别个做一个 AVT AVT 就是代表讲Art Business Technology 嘛拄好是American Born Taiwanese 即张图是即个女主人，即是 Iris 伊雕工为着即张即个画展啦就算无款画展画啦讲伊这真趣味，伊讲一个故事，你也看，因为伊姓林，伊嘛嫁因翁嘛姓林所以就画足侪林安尼两个林伊拄好去迄个一张车祸伊肩胛头安尼足大诶受伤，伊想讲惨啊，一世人无法度人抱囡仔好佳哉又好起来所以讲嘛上灯讲伊安尼肩胛头伊个发出足侪小林小侪林出来安尼我感觉真好诶一个创作啦即张我是伫遐咧这是差不多迄张摆写会情形啦我伫遐咧介绍即个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宗旨即位是迄个阮即个理事会少年理事还是阮迄个募款的迄个 chair即位叫做姓詹的款，伊是个雕刻家，伊最近伫迄个日本一开始是伫Tokyo 遐有一个迄个展览场伊的作品伫遐连续展要到3个月伊雕刻的物件拢是台湾的食物和台湾有关的物件即位即马当咧拍一个即个台美人的用迄个 video 来拍伊的历史所以伫遐大家伫遐交陪真热烈啦即张是介像是咧试验的款迄是考特的表演厅咧试机器的情形的款我若无记毋对去这是记者招待会了阮大家做伙伫遐翕相方毅伫遮这可能因遮做伙按台湾做伙来，因遮主要因个家己的干部这张相这是咱即个处长啦咱洛杉矶的处这是咱这现任的这阮现任的迄个台湾人联合基金会的少年理事林文权伫遮阮遮这位是这位嘛是前台湾联合基金会的理事，叫做陈慧婷医师伊过去捌办即个。伊是太平洋时报的发行人连续办足久这位是阮迄个英辉员工小可是比如你讲这位的时阵你敢若无你的貌似无颠倒，所以我毋知讲你讲倒一位是安尼有无有颠倒我是无看着讲你貌似无讲你记着迄个人，所以我讲你嘛是讲倒一好，这是英辉这是赖英辉。你的貌似拢无显明
对，啊，但恁看袂着，我遮有咧显明，恁遐看袂着。哦，阮看是看无，所以阮用有。OK，好，多谢你我提醒。啊，好，啊，我有咧叮当，恁遐看袂着啊。OK，啊，中这位是处长都讲过，这位因太太吼，啊，这是李清木医师啊，因太太。啊，所以我要讲这张迄个报这张图，大家看吼，主要原因是安尼啦吼。你刚去看，大部分拢是较少年的人啦，吼。啊，所以透过这个活动吼，啊，佫有无共世代，像阮这较老的人，啊，佫会当去含较少年的一代吼，也有一个交配的机会啦，吼。哦，这个另外，这是阮联合基金会的这个 office manager 哈，啊，这位是 Michael 因某啦哈。OK， 好，安尼落来哈，我就把时间哈交互迄个翻译啦哈。啊，讲起今仔日我是感觉拄则有讲过，就是讲吼。哦，伊嘛算讲真大胆，我足钦佩伊实在是有即款的艺术家的气质啦吼，因为伊足久无讲台语吼，啊，伊要来含大家试看卖啊吼，啊，我是甲伊讲吼，免来免去点咧，真正讲袂好势吼，无法度通表达的时阵，啊，无你用我北京话吼，嘛会使吼，啊，听讲伊的代理吼，伊的 agent 吼，安尼知影讲伊要讲台语吼，调工要来听安尼。安尼我就家己，我就停止，我先讲啊到遮吼，我来时间交翻译安尼吼。我感觉我惨嘛，我的台语足无练转诶。开我的PowerPoint。就感谢有即个机会，甲大家分享阮的过程，即摆去美国演出的作品叫做黄奕演库卡，我叫做黄奕，那即马爱我毕啊，台北艺术大学啊，音乐社，舞蹈音乐社啊，干嘛？啊啊，因为pandemic， 所以呢，我感觉原理真重要，所以我去台湾大学EMBA 研究社去学无去学原理。去台 EMBA 啦哈，台 EMBA 嘿，算讲企业管理硕士哈。起码伫遐咧读。So，我除了跳舞的舞员the and coding is coding 我的第二舞员
有呀。啊，我的作品用做些科啊科技科技的元素，然后像黄眼库卡是加工业机器人跳舞，哎呦，工业机器人，哦，工业机器人跳舞啊，A Million Miles Away 是叫呃叫做定路是伫AI 的旋转舞台嗯，啊，顶面去表达人生的过程啊，Ink 是甲台湾重要的分子艺术家东洋之先生，甲日本英雄艺术家刘一吉库洛卡瓦合作的作品，啊，拢有足侪科技的成分。歹势，迄个翻译你的迄个无叮当哦，你的迄个影片，哦，无顶讲吗？对，哦，即嘛有吧？有啊，搁落来迄是 ink， 即出是 ink， Ink， 就是墨啦吼，你用跳舞来咧写，含一个迄个写书法啦吼。啊，歹势，我去问今年就者吼，我你查者吼，你讲你即出是毋是即出，你讲是有一个 AI 的咧转的舞台哦，敢是即出还是拄则迄出咧 Million 出 Smile Away？哦，即出 OK。即出 A Million Miles Away，啊，你讲伊 AI 的舞台，登录伊是安那配合伊的舞台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即个舞台用 AI 去控制，因为你的舞台是那9米宽，所啊的舞台在转的时候，意思舞台是舞台呃很暗，就是很惨的，台语怎么这么糟糕？迄个舞台是无人控制的嘛，吼，就是后壁有人咧控制，无人控制，伊是用 AI 去一个因为舞台就暗的，啊，咱我们很难用人的眼睛去看那个抖手，就是他一滴怎么转的时候，我们看不到那个度数。那所以我们要用 AI 来控制它的那个度数，它准。AI 有用 sensor 去看你动作嘛，吼，配合你的动作。有 sensor 伫旋转舞台内底以为AI AI 可以读到度数，读数，读数，去控制旋转舞台的读数。
了解。今年就特别嘅，因为咱的表演去林肯中心啊，黄是咱后一摆去林肯中心表演。这是你 Caltech 了，你就走去嘛哈，所以你才会11月时你去New York 表演嘛哈。对，啊，嘛是第一摆有台湾的舞团去表演去林肯中心的一个系列演出，叫做Lincoln Center Present。四粒去表演，哎呦，歹势你讲4粒去表演是头一摆。头一摆，头一摆有台湾的舞团去伫 Lincoln Center Present 表演的对了哈。欢迎去卡为表演109场去伫 Caltech。这是老拄啊 Simon 有分享。对，这等上面有看过。对，看过啊。拄着表演以外，我即马研究Vision Pro。去甲黄眼库卡用 3D 的方式去restage in Vision Pro 内底。Vision Pro 是 Apple 的还是迄个 Facebook 的？Apple 的。Apple 的即摆音乐未出来吼，所以讲欣赏画面就好哈。即马你看到的舞者拢是假，拢是 3D。安尼啊。这课程嘛是你考的，还是讲你交资料互因替你考的？我考的方式，即马除了3D 的版本，我嘛研究 Apple Vision Apple Immersive Video。
伊这电脑程式吼，拢含较早你咧code迄个躯解拢无共款吼。无共款。你家己去重新去学。我继续学。无简单，无简单。台语较难，感觉就难咧。我毋知台语比电脑程式的语言较困难。对啦，你有讲到有进步啊，迄是台湾社会无你机会。应该讲你电脑coding有去学，毋过你台语无去学，你台语若开始学就无遐尼难啊。加油加油！哎呦呀！我想我讲了啊。你要讲到遮就好啦，好。无就最困难的不要紧，安尼我讲吼，我是感觉今仔日其实是，若要看咱即个迄个啥 YouTube 的人吼，毋通甲用听的吼，来看画面啦吼。其实是伊这画面中真水吼。若要对翻译的作品吼，伊的创作的理念搁较了解，咱会当去翻译 studio.com 去内底看。伊里面册嘛有account，咱嘛当去面册去甲 follow 啦吼。安尼咱即马咱就先咱来问答啦吼。咱就是毋是第一位咱请即个嘉雪你来开始啦，好无？接下吼，德勇。好，你要真话吼，你即马伫要11点啊吼，你即马住伫纽约个嘛吼？对，有。我应该毋是上晚的，遮感觉无人搁较晚。好，多谢黄奕你的分享吼。我有足侪问题，我希望毋通我第一个甲你问倒去。你拄则咧讲的时阵，我足好奇的，所以你是本正就有咧做 coding， 还是你为着要编遮的舞较特别去学 coding 的？我是家己学上网络学 coding。你伫网络顶悬家己学的，哪厉害啊？无因为coding 的逻辑是通的。所以这当你知道一种以后，就比较容易去连接到另外一种另外一种 coding 的语言。OK，所以这个Kuka 这个机器人，我对你的一寡网站还是其他的一寡影片去看到讲，这敢若是有一个公司跟你合作，敢是？但是毋是你去设计，毋过这个公司有去替你，算做这个机器人准备好所以迄个机器人会跟你跳舞的迄个。规个过程内底的 coding 拢是你写的，还是迄个公司？恁是安怎合作的？成分是安怎？我家己我家己写的，因为工程师无要甲我写，因为就麻烦呢，因为的动作的机器人的动作就侪
所平均要用10-20小时去换几分钟的 coding，所以就麻烦的。工程师无要写，所以我必须家己写。了解。所以我个来问题，因为我知影你最近的品是 Ink， 毋是即个，我个已经是2023已经所以迄个1000 miles away 是对一个时期，佮较最近也是佮较以前。2019。OK， 所以是甚至佮较以前。我的问题，我要甲伊，我试看卖，因为 technology， 咱即摆咧讲的科技，并毋是 AI 尔，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上新的，机器人是最近上行的，最近这2-3年上行的。毋过就人类的发展来讲 ，technology 其实自人类发明电脑开始，已经 technology 是人类使用材料来发明一寡本来大自然无存在的物件，迄就是 technology。所以跳舞的人，编舞甲舞者，毋管是现代舞还是毋是现代舞，惊 technology 做伙跳舞已经毋是一件新的代志。你是用上新的科技来跳舞，对即个用上新的科技来跳舞的即个现象，你家己咧编舞的过程中，你感觉你经历到的较新的冲击，就是惊以前的人，惊以前的 technology 咧跳舞较无相的冲击。你学到啥物货？伫即个学习内底，你经过即个过程内底，佮互你去发展新的作品是，其实 Ink 是即人类上古早的甚至毋是 technology， 因为伊就是一个 tool。上古早的工具之一，所以其实你惊机器人还是 AI 做伙跳舞，讲起来是种 extreme 的 two different ends。所以我只是种好奇，你伫即个发展即个舞过程中，你学到的代志，惊即马是安怎会惊去甲 Ink 这规个过程内底是你的想法是安怎？歹势，我问题就多。无，因为因为东洋之先生，就无要用 technology 的物。我感觉我讲的就好笑。东洋之先生无介意 technology 的物件，所以伊用电话甲我联络，无用手机啊。即马伊无手机啊，无电脑，无 technology 的物件，毋过其实电话嘛是 technology 呢。就是
较顶一代 technology， 毋是即代 technology， 嘛是 technology。诶，我要写不然我要写信给他。即卖是足困难的，用批去联络，所东洋之先生有电话去联络，甲东洋之老师工作嘅过程，我上大嘅学习是专注，安怎讲台语专注？专注吗？专心专注。专注。无物件去打搅伊诶想法。因为老师诶朋友拢甲伊讲，即马 technology 发展足大诶啊，老师失去足侪物件，老师甲因讲，因为老师甲因讲，他算了，我放弃了。是他因为不去这些科技的东西，他拥有的反而更多。就是这是我学到就这所以什么？我不知我的问题，其实你可能无注意到，但是我较好奇的是，你是安怎会对Kuka 跳来甲 ink 就是发生什么款的连接？因为我是毋是安尼好啦哈？我拄有人咧建议讲，今仔日咱是多语言啦哈。我会感觉讲，即个黄奕你实在是 amazing 啦！你会当安尼离足 uncomfortable 中间，你还要坚持一直拢尽量使用台语啦哈。我相信咱即摆是较 relax 的，你若爱用，你若爱用北京话讲，咱就用咱就是讲互伊当继续落去谈啦哈。这我是感觉这拄好是一个咱若讲咧讲艺术啦哈。我是讲这嘛是一种台语的行动艺术的一部分啦吼。我来请教嘉霞，就是讲这个咱即马伫遮咧讲吼，会当来展现讲咱
台湾人，咱失去语言了后，对咱的生活造成偌大的无方便，吼。啊，透过即个用艺术的表现来讲，决心讲好，我经过有即个经验，啊，我搁转来搁来学习吼，就袂输那像讲去网络搁去学一个考定的即个技术转来安尼吼。啊，希望通过即边吼翻译，我想讲你我还没咧通批吼，我用台文还没写吼，伊嘛加减啊，拢要用几句啊台文含我写呢。所以我是讲，伊是足有决心呢。我毋是讲爱甲学了，就是讲伊实是咱这语言吼，好讲无好讲，咱拢有一个咱的环境的问题，吼啊，所以就是咱就是无迄个环境，所以咱这个论坛主要目的就是要创造这个环境，吼啊，讲好讲歹不相在，啊，毋过我足感谢咱在场吼，要搁而且安尼会当安尼尽量讲要来听有吼，即种的观众吼，啊，大家感谢安尼吼。明美姐你有举手呢？是毋是互这些问好了啦？吼，啊，咱较顶下较做伙来讲。啉着啦，啉着啦。啉着。我要甲泡泡啊啦。我要泡泡啊！有这个人咧甲你鼓励，伊还足晚呢，伊是住伫迄个 Toronto 呢。哇！感谢大家的忍耐。我听甲足欢喜嘞。欢喜。足好笑的吧？袂，感觉足好，是啊。安尼，阿是你来继续来问啦吼。啊，我是讲，我若拄则迄个问题，你若有啥物comment嘛，欢迎你comment一下。我其实一直在想，就是有点糟糕，因为身为嘉义人，然后我爸爸妈妈其实都有讲台语，然后但比较少跟我讲，我是听得懂，可是我就真的。我以为我至少可以讲大概一半吧，结果完全没办法。我刚刚其实也有点吓到，怎么会这么烂？真的，几乎一个字都快讲不出来。然后这个是我真的我没有想过会这么惨，就惨嘞！感觉就惨那个。可能是你讲的平常时你讲的迄日常较简单的语言嘛，啊，你今仔咧论的这是算讲较 abstract， 吼，较抽象吼，这物件，所以甚至讲台语敖讲的人，要来论这种题目，嘛会有较困难淡薄啦，嘿，所以咱就是来当做一个实验吼，来实验失败啊！不要紧啦，你拄则你也看拄则迄个 Michael 有无 ？Michael Alexander 讲，因咧甲因的学生咧，迄个艺术课咧讲，安那艺术家安那失败啊？其实吼，迄个健身房嘛去有 Caltech 遐有演讲啊，伊咧毕业典礼健身房遐演讲。其实健身房伊主要伊的重点就是讲，伊咧分享讲伊安那失败佮徛起来，所以这是咱这个文化，有文化气质，还是讲有艺术的一个好处，毋是干那讲表扬讲外成功，啊成功咱就毋免去学习啊，就是讲咱有哩失败，啊毋惊失败，咱个知影个失败啊面对而且拄则我想介绍翻译你今仔歹势我直接甲你讲你今仔你拄则学到的功课如果你感觉讲我的台语我介绍会当讲日常生活讲的无问题，要来即个讲着较抽象较抽象的这议题会着较困难，所以这嘛正常啦我回答刚刚还没有办法正常回答的问题，就是一开始其实是董永之老师联络我们的，然后就是因为他看过我之前的作品以后，就觉得可以
合作，因为我的作品的颜色都很少，就是黑白比较多，所以他觉得这样子的合作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旅程。那因为老师他完全都不用所有的3C 产品，所以联络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写 email 是一定会的，然后但是他的助理要印成纸给他，然后他才回信，这样就是然后打电话也是，就是我其实很久没有打市话，然后市话的声音也都很不一样，所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然后就刚刚我一直很想要翻成台语的那句，就是他的朋友们都跟他说，现在科技发展了这么多，然后你错过了好多事情，可是他就回答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我获得了多少事情，因为我不用这些科技产品。所以这是我跟他学习到很多的。当他很专注的在他的黑跟白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他创造出来的那些东西是真的很吓人的。然后所以我也在思考说，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向他的经验去学习。真好。这是安尼，感谢这是发问啦吼。咱就来，咱请迄个林万关博士啦吼，伊是电脑方面的专家哦，即摆伫Car Party咧教电脑工程。好，好，我伫问时，我可能我拢会创一个吼，即个 technology。你若讲提前讲，我甲你讲几分钟，莫讲去，因为我甲你应该嘛捌做伙座谈会。时间控制真要紧吼，我想讲有一寡要请教翻译的吼，甲伊建议甲问题吼。第一个是讲你的翻译，你翻是黄是咪？是咪黄姓黄？吼，你黄姓。所以因为我毋捌看过你的汉字的姓甲名，所以你有哪出来时阵写一遍出来，对我来讲较亲切啦。我一直是讲这翻译，这到底是翻译医翻吼？即摆过来第二个吼，你拄了 PowerPoint， 我看着 PowerPoint 几个地方拢遮水，结果你讲个者，因为你真拍拼想要用台语甲讲，你讲完，我就是要建议讲，你应该是第一张的时阵，你想用台语甲吐几句啊，以后你讲，我即摆为着要甲我这 PowerPoint 让互大家知影，我要真紧的，我这40张我让要用普通话、用国语来讲一遍，相信我。因为你拄讲着 ink 时，我拢无看着，你 Lincoln Center， 我尾讲我看着你有真侪张拢无看着，你应该是甲迄真紧甲讲一遍，甲上尾时再搁用台语讲一遍，头啊甲尾用台语，中间用国语用北京话没有关系，把你的 get your point across， 互咱大家听着吼。即嘛这以后吼，我想要甲你请教片讲，譬如你讲你有去19个国家。47个市109个 performer， 迄拢是 AI performer， 还是人的 performer？ 人的表演，人的 performer。好，因为拄仔杨光有介绍吼，我 AI， 我伫这巧普里加 AI 跟 machine learning， 这就我就看这个电信线吼 ，Techen 吼，伊就讲是就杨光遐有讲着是个英国 TUF 以前的会长，嘛是。machine learning 甲 AI designer 吼，所以讲起来你是这铁线吼，电信的你是专家啦。我即嘛是你面前你透大啦吼。不过我 AI 甲 machine learning 这款大学的课我教过7、8遍，一摆拢有30、40个学生。除了这以外，你讲的电脑程式吼，用电脑写 coding， 我伫大学教4种无共款的电脑语言 ，C++、C#、Java。我咧讲出来啦，会晓电脑语言，知影我伫讲啥。我嘛会晓 Python、JavaScript、MATLAB。除了这以外 ，AI 内底有一个部分叫做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自然语言学习。迄内底你就会当用这来讲来学台语、学英语、学中文、学法语、法式、español、日本语、韩语拢会使。
所以应该毋是这个问题啦。你今日我是讲你，今日迄个决心真好，继续努力，一定要抓着方向，要抓着正确的方向。因为英国王阳明、王守仁讲爱格物致知，咩啊格物，就这人摕去，你爱头前这规工啊拢搞不出来，拢破冰。所以有寡物件你要学台语吼，爱想一个方法，一个真好的老师叫做田龙公，你定定爱甲请教啊。田龙公先生吼，我这样要甲请问是讲，你看你表演遐一遍吼，你像你苦卡，你表演，要表演过以后，人有甲你 feedback 以后，这个观众听众互你 feedback 以后，你这你特别表演的方式是拢完全拢同款，还是讲？渐渐你有渐渐在变。我想要知影是讲，你是个剧本吼，演100几场，还是讲你开始一个剧本，但是你看着讲这个时代，看着你去演的场地，甲听众的反应以后，你渐渐变，安尼。这个我毋知你嘿，你听我的台语啦吼。我拢听有。你家己的这个正统的腔，还是像念讲迄个。高雄的正统的腔，阮迄是宜兰，水软迄款人拢讲无是正统的。再我是想要讲，你爱通入去，你爱一直表演的时候，你表演的方式是不是拢无变，还是讲你一直讲看到啥物件一直去改变？已经写了的，定式无变，无变吼。但是你定位表现可能变。但是，这个黄颖库卡已经表演12档啊，所以12档啊，所以阮有特别在不同的时间点有加不同的新段落。对，因为我要来讲这件事安尼，因为阮 AI 吼。我教学生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是 AI 的 application。讲 AI 已经应用伫代，可能有人讲AI 就是用伫科技，就是你讲者AI 会当用伫艺术，会当用伫语言，会当用伫真济所在啦。讲 AI 用途真大啦，你这若真济的时阵，摆我嘛会当甲我学生讲，这 AI 一个真大的应用，有一个出名的 performer 叫做王毅。甲库卡即嘛这我考来这可能，一旦有一礼拜中讲这就希望你摕用一寡资料化，佮经过你的代理教授、电容工教授吼，甲你创较水，即嘛摕来我会考来，互阮的学生大家拢会当欣赏。感谢你。恁咧有迄个有钱诶无啦？阮遐有啥物收入无啊？恁学校敢会当付阮一寡讲师费？唔通安尼凊彩讲诶吼。这吼，我咧等哦。好，安尼好，因为我已经讲7分钟啊，所以应该吼，我看片时，因为我会记得后面一个一个performer 是吧？是一个一个推荐吼。咱再个来个机会啦哈！我想今仔日应该是讨论的时间应该真趣味啦。因为咱讨论的时阵较轻松吼，对。黄奕嘛较袂较紧张，伊逐个拢听有嘛吼。我拢听有。安尼，咱来请永安来讲啦，好，真精彩。咱即马也有艺术吼，也有咱讲一寡其实是铁项的。咱咧讲这种人生的理念吼，其实我无讲毋对呢。我去讲一个好处吼，就是讲，迄个咱台湾人要去看黄连生啦吼，你听黄连生伫口底演讲的人吼，足侪。毋过吼，我摕着2张 VIP 的票呢。你嘛无，你好友你敢摕着 VIP 的票？我摕2张 VIP 的票，我去听伊演讲。伊讲的足侪我拢听无，但是我刚才听着上主要的重点，我听着伊安那咧创业的过程，伊安那失败，安那用，而且又咧鼓舞遐学生。拄则迄个麦克嘛，而且讲因咧艺术，咧遐而且咧讲遐艺术含工程遐，伊嘛而且足强调这点，因为我是感觉讲这是对少年人吼
上好的一个教育啦。啊，就是像黄奕安，伊毋惊失败嘛，伊今仔日还讲较惨啊，较惨啊，伊毋知今仔会失败真较惨啊，啊是爱失败掉，佫徛起来啦。吼，啊，我想这是咱台湾人的吼爱拼才会精神是遮啦。就跟他张良丢有迄个温酒公哦，哎，就你讲的那些文言，因为张良跟黄石公哦，你听过那个故事吗？对，拢姓黄黄石公他说明天早上要早点来，就歹势啊，伊姓黄啦，伊台南人无姓黄啦，伊姓黄，伊无姓黄。我呢，文腔较正。安尼无咱请永安好无？哦，来你爱拍开麦克啊，永安。敢无有听到？有。好，安尼我真荣幸吼，会当来请问问题。我想要问一寡甲偏母相关的问题。因为讲我家己即嘛，虽然毋是介出名，其实无啥名声，啊，毋过就是家己自大下就有兴趣伫咧跳舞，啊，在编舞安尼。我就是有前几工有先去看黄奕的迄个网站，我是感觉就有兴趣，就是讲因为你甲迄个机器人放到舞台顶，我想要就是就迄个屏幕方面，甲你问一寡问题，就是讲你伫咧创作的时阵，你会甲机器人当作是人还是机器？这是一个。因为我感觉就是，若是你甲机器人当作是人，就是伫屏幕的过程，可能机器人都会讲一寡故事。对啊，毋知讲你敢会创你家己的故事伫咧机器人内底？哇，这趣味的问题啊，拢无想到咧，我看这拢无想到，原来是内行的啦，这是内行的问题，来，请黄奕来回答。对我来讲是人，机器人对我来讲是人。因为我感觉人就这时阵也同样是工具。就是因为我觉得人，有时候我们对待一个人，或者是我们自己会被其他人对待的感觉很像是一个工具，然后我们人也是社会里面的一个工具，然后所以工业机器人它生下来它就是工具嘛，它是被为了成为工具，所以被创造出来的一个存在。那人也是有时候也是会扮演不同的人的工具。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中性的，它没有好或不好。因为当你是一个很好的工具的时候，你有一个很好的功能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为其他人创造很好的意义。对，所以那人类的工具跟机器人的工具放在一起表演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我会有很多想象的，然后所以我在看着工业机器人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和人很像，所以我就有很多自己的投射在它身上。所以的确在整个作品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就是把人的质地放到机器人身上，然后人类也学机器人的质地，这样子在中间这样一直换的过程就会有很多火花出来。那是我在创作的时候，我一直都是把机器人当成人类的方式去看待他们。多谢。你要个 follow up 吗？我感觉会当问两个问题。好，刘康遐一个人会当偌久啊？不要紧，就是主要就是对谈对谈对谈。好。OK， 安尼我今仔拢问屏幕的问题，因为这是我较有兴趣的。
就是讲因为咱在编舞的时阵，拢会想讲要用啥物音乐，嘿毋知讲你家己敢有较介意的音乐，嘿过来就是你在使用音乐的时阵，就是敢会甲机器人的动作嘛，甲音乐有关系，就是机器人甲音乐之间敢会有关系。我喜欢我介意所有的音乐啊，哦，我会我在我学音乐的方式，就是我在学习各种不同音乐跟认识不同音乐的方式，是用有点像字典的方式。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在台北火车站前面的那个 FNAC， 然后他们有那个试听音乐的地方，然后我就从 A 听到 Z， 就是因为他们那个音乐 CD 那个时候是 CD 啊，很多。那你要怎么去认识一个？譬如我想要认识电子音乐，我那个时候是电子音乐那个时候才比较蓬勃开始发展，但是它很小一柜，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如何认识电子音乐的现在的发展？那我就从 A 听到 Z， 就把所有的 CD 都听完。所以我就每一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去那边，然后就一次拿个10片 CD， 然后去给他们，就给那个店员，他就拆给我听。然后但是我每一次都一定会买一张，就不要让那个店员觉得他好像在做白工这样。然后所以我就这样子去听，一直听到后来真的就从 A 到 Z 把电子音乐全部听完。然后所以我也用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去学习像古典音乐，但古典音乐我不可能从 A 到 Z 听完，因为古典音乐的量真的大到你一辈子都听不完，所以我会至少我会认识所有课本上面曾经提到过的作曲家，然后再从里面像我特别对巴哈的音乐有感觉，因为巴哈它的工整性其实跟很多城市设计师或者学就是比较是科技类的人会对巴哈有一种觉得很安定的感觉，那可能跟他的那种他的结构有关系。然后莫扎特，以及当代作曲家的话，就 Arvo Pärt， 这3位应该算是我最常听的。我几乎是巴哈的音乐，我应该都听完了，我应该没有我没有听过的巴哈，然后所以这个是我会选几个我特别钟爱的，然后会把他的音乐都听完，然后其中我选音乐的方式是，如果我选到像我们看到黄宇库卡演出的所有的音乐，只要那一首音乐，被我知道那首音乐以后，我会去听全世界我找得到的那一首音乐的所有版本。就例如一首音乐，我全世界可能有譬如200个版本好了，如果我找得到200个版本的话，我会把那200个版本都找出来，然后我会一直听这200个版本，然后从里面去筛选出来，我觉得最适合这个作品的版本。然后当我要选一首音乐出来的时候，通常那首音乐已经被我听了有点多年了，我才会把它放到作品里面去。像这是新作品的末的音乐，它其实是从
2013年，不止哦，可能是200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然后但是我一直还没有找到方法去好好用它，但我就会把那个音乐留着，就好像一个很珍贵的，你说酒也好，或者是一个很陈年的酒，然后你知道这个东西很珍贵，你不可以一下子随便一个作品就把它用掉，那我就会把它留着，留给我觉得最适合的时刻再把它拿出来用。那董良知老师的作品，我就觉得很值得，我就把那一首我觉得我已经放了10多年，我都还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机会用的音乐，把它用在董良知老师的作品里面。所以这是我在跟音乐工作的过程中很重要的工作方式，因为现在网络的那个音乐平台都很方便了，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很多种版本的音乐。在以前我还要去那个唱片行找，那个是很慢的，可是现在就是用网络找是非常非常快，然后就很好用。我想要进一步问，就是讲你这就是机器人的舞蹈，敢会甲音乐互相配合？就是你在设定听色的时阵，我的经纪人来啊，怡君来啊，我的台语就难，所以我放弃啊。啊，所以今嘛我会讲北京话较济。音乐跟机器人的配合，是因为温人我们人类是听音乐跳舞的，所以机器人嘛是同款。阮看舞台上人类舞者甲机器人舞者会当做伙跳舞啊，听音乐跳舞是无少危险的，因为咱拢听音乐，所以机器人嘛是听音乐。我program timing 伫音乐顶管，所以所有的程式，如果你看那个荧幕，那个程式在执行的流程，音乐赶快有 tempo， 就是它会跟音乐一模一样，就是它会跟着音乐这样子一行一行一行的走，然后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看程式在跑的那个过程，因为它就跟音乐的那个音乐性一样，我觉得很美。就是你在看那个音乐那个程式在跳的时候，它在这一行它停下来，然后听那个长音跑完以后，然后再跳下一行，就是那个是我觉得看的时候会感动的事情。然后所以那个是一个所以我们人跟机器人没有不一样，就是机器人它也是听音乐。我在写程式的时候都是用这样子的基础在写程式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多谢，因为我有看你的影片啊，就是我感觉足趣味，就是迄个机器人嘛对咧在跳舞，我感觉这件代志是足趣味的。多谢英安的问题吼，多谢。英安本人嘛是有咧编舞吼，啊，所以对这个舞，我想伊的问题吼，啊问啊真深，毋是讲咱毋是内行的人吼，问无啦吼。啊，照我所知吼，你放言Kuga内面无用到 AI 嘛吼，
完全拢是 pre-program 的，啊，所以迄是我爱作准，啊，若无会受伤啦。就是啊，安尼咱后一个吼，咱请即个俊明哈来甲咱讲吼，伊即马伊是咧做咧 AI 咧写程式的吼，啊，伊是南加大电机博士，啊嘛是阮台湾人基金会前会长。俊明你有伫遐吼？我伫遮听会着无？第一点，我先甲黄奕讲多谢，讲恭喜吼。我有去听迄 Caltech 嘅 performance， 我感觉 it's amazing 吼。我感觉，互我感觉讲台湾人毋是干那会晓讲 semiconductor 嘅吼，迄是足 proud。I'm very proud of you。所以甲你先甲你讲恭喜吼。另外一个你讲你写程式吼，我是甲你一个建议吼。你若伫写传统的程式吼，即马其实有一个 Copilot。不管 Microsoft， 不管 GitHub 都有 Copilot。我即马用 Python 咧写的时阵，我有一个 Copilot， 我就讲，我即马电脑甲迄 Copilot 讲，我要爱啥物款的程式，爱就 generate 几百行的程式，啊，我来程式 copy 起来，啊，再看倒一个我爱，倒一个无爱安尼吼。啊，你来学甲传统的程式咧写吼 ，Copilot 可能会甲你斗相共吼。这是你一个建议。啊，第二种的做法就是讲，你若想讲。这是其实我感觉是足好的一个研究的领域吼，一个 research area 吼。比如讲你来一个中研院吼，而且台湾迄个做 AI robotic 的迄个学校去合作吼。比如讲你伫做这一个动作的时阵，互因用 computer vision 吼去学，用迄个比如 NVIDIA 一个迄个 GPU 来练吼。你做一个动作，啊，互因去练。用迄 AI network 去学迄个动作，所以后摆你的 programming 就是讲，你做啥物动作，一个 neural network 学了以后，迄个 AI 就把它做，迄个 robot 就把它做，同一个动作起来呢。我感觉这有两个 area， 两个足重要的 area， 一个是 computer vision， 安怎为你的动作去 recognize 讲啊，这是安尼动作，学起来时阵，用迄一个 deep learning， 一个 neural network 迄个 training 的迄个 network 内底。迄是一个 area，computer vision 视觉，看你动作，佮机器人去做动作，迄当阵伊安那去学的过程，你就无需要知，你无需要写程式。第二个就是讲你的 voice recognition， 你放音乐的时阵，互 AI 去迄个 machine learning 去学这音乐的旋律，你做音乐的时阵，你伫啥物动作的时阵，互这个 machine learning 去学这个动作，互迄机器人嘛是照迄个旋律去做出你原来你做迄动作，配合你的音乐安尼。我毋知我安尼讲，我有 make myself clear 无？有。我感觉这是足好一个 research area。我感觉你若找中央研究院，还是找你这台湾的大学研究所，我感觉因有可能要想甲你合作，因为这内底有足侪 paper 有办法发表的。OK，Google Lab 因办法发表 paper， 其实嘛是这方面，但是你若办咧做，譬如讲，即马譬如讲 Waymo， 为了 Tesla 迄自动驾驶车子，因你看迄路况，即马另外一个研究就是讲，机器人要去做啥物动作，譬如讲我要摕杯啊，一个人去摕杯啊，机器人去看，机器人跟着学迄个摕杯的动作。我是讲你这做跳舞，你有一个美感的因素在里面。有一个 synchronous 一个和谐共鸣的那个音那个效果在里面，我就觉得这是做研究来对。我若是个 researcher 哈，我感觉这是一个保障，在发表几篇 paper 这其实我是感觉你用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我有办法讲大家研究加迄个学术机关去研究。你若到台湾找无 research institute 找 MIT 找 Caltech， 找这 top notch 的 research institute， 我感觉你的 quality 已经是一个世界 quality 你应该甲世界的 research 去结合。有当时你若感觉讲你 local 内底有的人会感觉甲你的感觉无共款，因为你台湾的 research 无对你遮的经验无共款嘛，因为你已经出来
世界已经走足久啊，对吧？你的生活经验甲足侪，敢若伫台湾做研究的人，迄生活经验已经无共款了。所以我建议讲，你就 try to approach locally， 你若找 locally 有人做兴趣，你就做。啊，若无的时阵 approach 到 Caltech 到 MIT， 就较你 aggressively 甲 propose 讲，我要做这个 project， 啊，我是这个，我是这个过程安怎？我是感觉，我若是你 MIT Caltech 做教授，做研究，this is good area。你无需要足侪人甲你合作，你若找一个人做有兴趣，你就谈着。这是我甲你建议哈。另外一个是个 in terms of the performance 哈，我们的 performance 足好诶哈，我感觉我足欣赏诶哈。另外一但是我会感觉就是讲。从艺术的观点来讲 ，AI 是做 mechanical 的啊，因为你艺术的表演期间，你除了表演美感之外，有心灵的感受，你有一寡人世界中较有成就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基本上都是从内心里面那个 moral struggle 道德上的挣扎、内心的冲突那里面，其实从艺术方面来讲，我感觉这是一个 area 引起我。这是我的建议啊，因为我感觉这是爱看，基本上还是看你要表演的什面是什么法，你要家己感觉，要为你家己心内想要发展出来，迄个感觉，迄个 expression 其实上重要哦。我朝你一个建议讲，其实有足济啦。我感觉我感觉做妹子，我感觉你要继续落去的时阵，要从文学方面的发展也可以，要为艺术方面发展嘛，要为科 technology 哦。每位技术中方面发展蛮用力，我是互你一个意见，看你有办法，互你 pass up， 互你一个刺激出来咧啊。多谢 Ted 哈，咱请黄奕来回答好无哈？我想要一个 comment 哈，我感觉伊个库卡这个机器人是 stationary。是定点的，你若有别的表演的方式哈，看有别的找的世界一流的 figure skating 花式溜冰，我感觉你若有把它给 combine 这个 performance， 我感觉 that would be great。我就讲个这。多谢这个问题，文学的部分，我的确有在努力，有在想，就是然后刚刚 AI 的那个实验室的部分也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的确我也有可能的话，我也会还蛮期待有那样的机会去研究。然后文学的话，因为我有一个新作品叫做死生，然后是在讲那个人生命最重要的时刻的。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文学作品，无论是诗也好啊，或者是散文或任何的那个讲述这一些人生很重要时刻的作品，都很欢迎大家推荐给我。我现在也会想要大量的去学习这些事情，然后把它变成作品的那个其中一部分，这样。然后，对，然后库卡它没有办法移动，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呢是相当啊，因为舞台有一个定档的 limit， 即马咱伫考虑去有一个剧院要希望王宇库卡的作品在那边演出，但是迄个剧院是足旧的建筑物，
它的舞台没有办法承很重，但是算是正常的承重量。但是因为也会考虑库卡去那边的时候会不会把那个有点像历史建筑物弄坏，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作品也会面临到的挑战。然后所以现在已经算是现在的重量，已经快要现在目前库卡加起来一共是大概是800公斤左右，所以那边已经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已经有800公斤在那边。然后如果我们还要再让它会动的话，那个重量就会更大。然后以机器人的比例来讲的话，机器人多重，下面的 base 也要多重，最少是1:1。所以这整个这样架构起来，在一般的舞台来说，可能是很困难的。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很希望可以让库卡也可以在舞台上移动，但一直都没办法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的舞台的限制。安尼咱这个黄姨，你会当个加留几分钟啊啦哈？会当个，可以当。足侪人要甲你问啦哈。这个替介绍有一个 follow up 啦哈，来迄个 team 哈，有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把咱替你先来问候了，好无哈？我是讲，figure skating 啊，敢若真够老，我互你一个建议呢。我毋是讲你一定要安尼做吼。我是感觉讲，台湾人我感觉伫做代志时候，咱开始总想到 difficulty 咱即做即边迄边，但是有当时吼，咱甲目标定落去了吼，咱来想 what's possible 我是安尼感觉，我是讲做 figure skating 的时阵，你若找一个世界舞者甲你合作去做 figure skating， 库卡无一定要叮当，库卡用伫一个那个 ski ring， 迄个溜冰场内面，已经徛喺中间啦，伫中间转啦。我感觉一个感觉讲，咱做啥物，要发明啥物代志，发现啥物代志，发明啥物代志，就是咱想甲迄 vision 放互大，再来想看安怎去解决。咱莫是一开始就想着讲，足侪困难的，讲台语足困难的。咱是想讲，咱是要做啥？咱是要完成啥？若一寡困难无办法克服的时阵，咱来想讲，咱要安怎来做一个 compromise。我个人的经验嘛，我是感觉讲，我一世人，我感觉我很遗憾一个代志，就是我无甲我家己成就的圈子画较大一个。咱家己的成就若较大一个，咱就去互咱的迄个圈子，咱甲咱的 imagination 放偌大，咱会受到咱的 accomplishment， 会受咱的 imagination 嘅限制。所以有当时年轻的时阵用做梦的时阵，梦较大一个。你若正合作需要合作的时阵，来找这台湾的 community， 我需要啥物钱，我需要啥物联络，有啥物甲我联络，有啥物甲我斗相交的，去当中再来克服这困难呢。我就是讲到这。多谢替你感恩啦哈。来咱迄个 team 来迄个李万贵遐。这个拄则我有个别人讲，我替讲先，我迄想法就是讲，这个黄衣你甲库卡跳这几年，我是讲第一个是这个罗伯的这个造型造型啥物拢无改变，拢迄个型。你是毋是甲你做伙跳的罗伯？一定讲高会当库卡，比如拄则替着讲着讲，你会当可能，我讲你是毋是嘛会当有较细的罗伯，甚至会飞的罗伯即摆有真侪种的，讲罗伯就可能你无讲限制讲。这罗伯毋是讲是你的某啦，你的某讲你高会当带这个，我是讲你可能毋是讲库卡尔，你后摆可能甲方伊按着啥，有真侪无共款的罗伯。除了讲这用机器做型罗伯以外，毋知会当讲有用 3D 的迄个用光线用光做出来创出来这个物件，甲你做伙跳，你知做出来一个幻影无一定讲像这库卡是一个 solid 底下，你讲袂叮当的，你会为伊跳的，所以有的是讲像
像这个体育讲的 figure skating，我是讲这个robot即嘛有遮济，你是毋是讲会当甲写迄个 code， 入去无共款真侪种的 robot， 较轻便会叮当的，可能要写 code 的人不止你一个人啦。我想即嘛真侪人会晓写啦，我是要写迄可能比学台语较简单啦。个加工可能家己做伙跳，你会当加迄落，人舞台顶个有会当创出来一个 3D 的 figure， 人敢讲我即嘛会当出来一个18世纪、17世纪的人，迄其实是用迄个用 AI 用啥做出来迄个人，迄个人的影会当甲你会当甲迄个跳舞。我意思是讲，可能你免讲限制高躯卡，限制较躯卡跳尔。我想你应该有真侪讲无共款的，较轻较老板加工 3D 迄个 generated 迄个 picture 用这来跳。我想安尼是讲变化较济，嘛可能有真侪迄落，就讲你的古典音乐、现代音乐文学、现代文学应该有真侪种啦。这种是安尼讲较简单啦，所以当时讲英语讲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尤其我拄来讲一个建议，种讲遐已经甲我讲叫我爱出钱啊，我一听着今日我揣着今日建起来，因为伊无看着我的面，所以我大概会当选掉讲我今日无讲即句话，毋过我是甲你建议讲，想看觅啦，可能除了躯壳以外，还佫有真侪款，你会当创的迄种 model 我想讲日本伊有一个机器人叫做初音嘛，你有听过嘛？伊讲会晓跳舞、会晓唱歌的机器人，我讲你会当可能会当有真侪种的方式。我想讲迄个机器人的造型，无情讲就迄个固定的型，伊机器人甚至会当讲有真侪种变化，无定嘛机器人啦，会当有机器猫、机器狗、机器动物、机器什么我意思是讲，可能应该有真侪变化，不止一种尔。迄无定讲地上家己可能嘛会当飞起来。敢若咱普通即嘛讲的有 UGV 嘛有 UAV， 有会晓飞的可能，会晓飞的迄落汽车嘛，是讲你路顶行的嘛会当 UGV， 还是免 ground vehicle， 还是你天顶飞免 area vehicle 安尼啦。多谢关兄林教授啦。我本地想讲你要来讲，我想讲恁考拍里要提供一个奖学金，还是讲一个 research grant 互翻译？我小甲你讲者，主要中共遐是讲Caltech 有安怎？Caltech 无讲袂记得阮即款 alumni 呢。逐摆拍互我时，Caltech 几年前有即摆就甲我招我去，讲你个 Caltech 来遮食饭，讲你若遐好要请我食饭。我食饭的时阵差不多，伊讲 Caltech 讲伊差不多用100-200块请我食饭。食饭时伊就提出来一个讲，你看这是阮英国 Caltech 的一个。好友这个捐100万，这个捐50万，这个捐3000万。我讲我捐200块会使，我今日叫你这顿100块捐200会使袂使？伊讲会使啦，而且你看真寒酸，不过上少你要捐的钱比阮今日请你的钱较济，安尼这点来讲，我会当帮你走。每个过2年又搁打电话。阮这林教授，阮是袂讲袂记你，但咱普通就是。因为拢定来讲一句话，讲妈妈我很想你这个迄句话爱个讲个明是讲妈妈我很想你跟你的钱呐。我定甲我学生讲，我讲 Mom I did I miss you and your money。我说爱替麦克讲一下我迄拢免费，也无我迄个募款啦真正是伊来替咱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募款所以澄清。来，我有关这个机器人的代志我会感觉我来伫现场伫咧 Q&A 的时阵，表演 Q&A 的时阵，有人就问起这个机器人的代志伊咧问讲是安怎较会迄个迄是基本上是个工业机器人迄个工业机器人还佫雕工佫用迄个原来的色用迄个感仔色伫基本上你拄则讲着讲你大部分的作品你是拢是。用乌的含白这两色啦我是有一寡人反映本地是要要想讲要来
看讲吼，迄个机器人安尼，就是讲会当那人安尼会当伫遐安尼跳浪式安尼吼。啊，毋过因来看一个，感觉哦，较毋是安尼，啊，佮迄个规个舞台中间，感觉拢暗暗啊、乌乌啊，佮较慢吼。啊，所以看到差不多前半场就差不多离开啦吼。啊，我是感觉这是真可惜啦吼。啊，对我来讲，我会感觉讲，这敢是讲创作者伊的创意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故事本底就是要讲人和机器要安那生活吼。到一天的时阵，咱不得不一定爱和机器吼做讲较亲密的这个互动的时阵吼，啊，人会产生啥物款的这个情形吼，尤其是上尾啊迄一幕吼，啊有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啊因两个伫遐咧跳舞，伫遐咧谈情说爱吼，啊毋过到尾啊，伊的动作吼，拢嘛变甲足成机器去安尼啦吼，所以是拄则迄个安官遐迄个 team 吼，伊伫遐咧讲，本来是应该是爱用创意吼做出发啦，敢毋是讲用工具做出发吼。啊，毋知我安尼讲吼，迄个翻译毋知外行人讲内行话。无，我用不把哦，原式因为不把原本就先甲安尼啊，所以啊，我想用伊原本的样子在舞台上面，然后我即马有4个库卡，然后4个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但为什么都是库卡？是因为对我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当我开始要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了，我无然后所以我去联络库卡公司，and 因要支持我去，他们支持我去完成这个作品，所以当我后来发展的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也希望我可以回馈给他们，所以我就会持续的去使用库卡的机器人，而不是其他的机器人，是因为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支持我，然后所以我很感谢这件事情，所以他有另外一种感情在，然后我跟库卡公司的人也都很好，因为他们我到全世界各地，因为库卡还有很多分公司在各地，然后所以他们都我们都互相认识，然后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很感谢的，然后只要有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他们也都会第一时间赶来协助，这个是我觉得很珍贵的一件事，尤其当我当时去找他们的时候，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所以就很谢谢那个廖桑，就是廖先生，那个时候接我电话的时候的那个廖先生，他后来也变成董事长，就是他从那个时候是应该算是业务的专员吧，就是他接到我电话的时候，应该是还是业务专员，然后一直到他那个离开库卡公司的时候，他已经是从库卡公司退休了，所以他那几年他就是一直都是很支持的，所以就很谢谢他们。对下，会当个10分钟啦，好无？我你会当个10分钟啦，因为即摆咱观众内面吼，看有要问题无？请举手好无？哈，有这机会啊，咱阁有10分钟的机会啊。
你等的时阵，我搁问讲，即个你你在讲迄个疗程是即个吼？你有讲哦，你若是接电话的人，若毋是即个疗程是别人吼，啊，可能你的命运就无共吼。你敢会当讲甲大家介绍一下吼？啊，所以若要问问题，人即摆举手，咱搁有差10分钟啦吼。啊，其他咱来即4位，咱若有啥物要搁 follow up 的吼，嘛欢迎恁搁会当搁举手吼。因为当时我是直接打电话去问他们，然后那个时候你现在几岁？你现在几岁？我现在41。不是你打电话去哦，酷家迄阵啊，你几岁？那个时候应该28左右吧，27、8左右。OK。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他接电话的时候，他没有拒绝我，因为通常我是打电话去问说，我是想要借，就是想要借库卡一起合作创作，然后通常这样子的要求，一般公司都不可能会接受，我们就直接拒绝了。可是因为廖先生他没有马上拒绝我，他说：“这听起来很有意思哦，然后你要不要来公司聊聊看？”然后我就很兴奋，就准备资料去库卡公司那边去和他们讨论。所以，但是我发现这件事情很不一样，因为如果真的当时不是他接的话，应该这一切不会发生，因为他的观念是很开放的，然后他很好奇你会拿库卡来做什么，所以我真的很谢谢那个廖启新先生。我有看到安管 team 个举手哈。我这就是较歹指头的啦。我即嘛先甲黄姨讲者，你摆听过歹指头这个讲法吼。我拄仔听你的讲法，你讲你一直拢要甲这个库卡做伙，我就知你这人真故意，真忠厚，这真好。但是我是讲比方是拄则摕着嘛有讲着吼，我是感觉讲你的造型，我甲你问我问讲，你做100几个 performance， 你有听人的 feedback， 你照头到尾你表演的方式有改变无？我即嘛是讲，你跳舞的这个库卡伊的造型是嘛，逐摆拢会共款。无你甲库卡公司合作，因库卡公司是毋是讲个做迄种的？因敢有讲做？比如想讲我古早时阵，我去圣地亚哥参加这个会吼，迄个伊送我第一台的手机，迄个手机摕起来差不多2尺长啦。啊是啊，伊后送我一个第一台的迄个 digital camera， 迄个 camera 吼摕起来是4角，爱用手抱的。啊，伊用 floppy disk 来，所以一摆上计会当翕10张相片啊。我想讲因迄做 digital camera， 伊袂讲我上古早创迄个4角的，佫用 floppy 的，1.44 mega 迄，伊一直做，一直改嘛。讲迄公司嘛一直改，像你甲你讲，你库卡你嘛创个4遍，4个无共款的 model， 所以我想讲，你的罗巴这个造型嘛会通改，大小嘛免讲拢800公斤啦，我想嘛应该有即款轻便。你若讲你若讲你搁甲别个公司，包括讲这名嘉宾公司，拄则摕上我甲你建议讲 MIT 啦、Caltech， 你安尼是你嘛无做成功哦，你吼 betray， 你甲这个库卡这间公司放散，你安尼是你是要做小池塘内底的大鱼吼，还是大池塘内底小池塘内底？这小池塘个1%，这小池塘这谢鱼啊吼，也直径50米，你内底是唯一买大鱼，还是讲你一个大海内底？你讲占大海1%，我是讲你应该甲创个大，变做一个大海。所以会当甲你跳舞的罗伯特，不单是库卡尔，但是库卡公司应该是用你上原始的，所以你逐摆做广告时拢会提出来库卡，但是抑佫有真侪别间公司，也是讲库卡的无共的品种，库卡的 variation， 我想安尼先
靠变化，免讲一定爱你，啊个信嘛，无想讲你嘛当讲啊，你逐摆表演一场你讲一开始5分钟，甲上尾5分钟用你上原来迄款迄个感觉色的是啥好啊，800公斤的，啊但是中间你会当插进去无共的，莫讲照头到尾拢是迄个800公斤的，啊拢是你是迄只叮当，啊拢。安尼是人去遐看翻译的第2场、第3场，会发现我这甲看第1场的完全共款，也无啥变化，啊表示讲伊这人无伫进步。安尼我顶摆听伊台语安尼，即摆听伊台语嘛安尼，我是你会当保持讲你有这个骨卡甲这，但是莫用迄做，毋是 only 哦，因为你家己表演，你是跳这个你有加进这现代因素入面嘛？哦，你有加一个音乐，古典音乐、现代音乐，啊，你嘛真济，嘛有你咧跳，嘛有另外别人咧跳，啊，你嘛真济，你有直接有跳，你人有跳起，嘛有倒去涂骹，你有真济款变化。所以我就是安尼啦，吼，我看这音乐手可能是要甲我拍，看嘿，我你嘛，安尼是毋是讲替你来问啊，做伙回答啦，吼。哦，而且我就从内面吼，我爱举手的，你问的吼，还佫有机会啦，吼。来，我是一个建议啦，吼，我是感觉你有足侪 amazing accomplishment， 足 impressive 的一寡成就，吼。我是甲你一个建议讲，用英文、北京话、台语，对你的故事好好甲整理一遍，咱来用。英文的媒体、英语的媒体，若一个麦克放在你头前的时阵，你就为头讲到尾足顺的，哦。啊，然后用台语甲你问的时候，你嘛用台语讲到足顺的安尼。因为这个代志，你有足有可能到时阵，譬如讲60 minutes 还是啥物 PBS 开访问的时阵，一个麦克互你的时阵，你爱有足 intuitive， 你有迄个直觉吼，就甲你的故事就安尼，你变做你一部分，你一部分安尼。啊，我家己感觉安尼，我是感觉我伫美国30年这个经验，工作经验内底，我感觉台湾人吼，足憨厚，足拍拼，但是咱对讲故事足袂晓讲故事的，啊，这是足吃亏的。啊，我就一个甲你建议哦，讲你老板啊，用一寡时间，甲你的故事，尤其你即马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哦，你应该甲你的故事用英文，哦，甲写出来。啊，甲亲像一开始用背了紧，等你背到了后的时阵，变做你的一部分。一开始无就敢若一个稿尔，对吧？啊，你稿的时阵，找一寡人甲你讲啊，我英文来写安尼，我有啥物讲了无好无？甲一开始甲迄稿先写出来，啊念，甲一开始用背到尾啊吼 ，make it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fake it until you become it。一开始你无就敢若你背啥物？文章安尼，但是你背了久的时阵，这就变做你生活一部分。后摆美国英文的电视台什么 podcast 甲你访问的时阵，你就讲出一个甲你用英文就讲一个故事出来，中文你嘛讲一个故事出来。你来这个 forum， 这个台语的两个遐只 forum 内底，你来一个台语的故事嘛，讲得足顺安尼。我是感觉 promo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尤其是你有足好的成就伫遮，我是感觉无好好甲你的故事讲出来，我感觉足可惜的。这是我建议。多谢，咱时间嘛差不多啦哈。啊，是毋是讲黄奕你要咱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无哈？真感谢，我实在是感觉讲哇，你的成就实在是真无简单啦吼。咱台湾人做些是伫各种方面吼，啊，就讲咧。伫这当代舞的中间吼，我感觉讲，比我所料想的吼，更较好啦。啊，无请你来做一个总结，啊，无咱安尼今仔日就咱来安尼来结束哈。这多谢啊，很谢谢，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啊，我会努力，我会台语，希望后摆会进步就侪，多谢。欢迎。
安尼你敢是会过来洛杉矶嘛？哈，欢迎你来阮兜。应该会。你来阮兜大一转，我要住1个月2个月都不要紧。是说练台语。安尼无咱是毋是大家来拍扑啊？哈，安尼真感谢大家。感谢。感谢迄个永安吼，恁做足好诶发问吼，问这问题，互咱即个座谈会加正趣味。哦，当然来感谢即个 team 啦，哈 ，Ted 哈。好，咱今仔日到这。我希望吼，咱一冬后你搁来一遍啦，好无？啊，黄宇，冬后你若会当咱平大个讲一遍，你台语，看你台语进步到啥物款？那我然后就是1年后我搁伫咧，搁活咧。讲真正啊，你今仔来洛杉矶哈，你免说，咱保持联络，好无？啊，差不多了。好，安尼来泡泡者哈，来，那就到这，拜拜，大家，拜拜。我们也得找人好好教训他。是什么人的声？看呢？对，好好教训。好，来到这位置。